毛的新西藏革命即杀劫。革命委员会不破不立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大破中国，也大破西藏。那么大破之后有没有大立呢？毛认为革命委员会就是立的标志，也即是说，在一片被自己捣毁的废墟上重建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将实现毛之所以发动文革的目标。以下摘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8月28日，中发68136号。毛主席指示照办。中央同意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热烈祝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西藏是我国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印度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它长期受反动的农奴主阶级的残酷统治和英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的掠夺，美帝、苏修、蒋匪帮也派遣了许多特务。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雪夫等人及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美等，勾结达赖、班禅反国叛国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3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中央同意由曾英雅同志担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13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2名副主任，以后增补。中央相信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更快地传达、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指示和战斗号令，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西藏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这幢具有军营风格的某个会场前，此时又在召开一场军民共同参加的大会。悬挂于身穿军装的居副毛泽东画像上方的横幅标语是庆祝解放乡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何以有如此众多的解放军军人参加这个大会的原因。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与包括解放乡的农民在内的广大群众并肩坐在一起的是哪支部队，但军队3支两军的目的正是为了层层成立由军队掌控权力的革命委员会。无论是军人还是农民，人人手里高举一本集合毛泽东最高指示的小书，称红宝书，这是文革的标志风景之一。所谓解放乡，即当时的拉鲁乡，在文革中改的新名字，而拉鲁乡原为曾诞生过8世、12世达赖喇嘛的咬西拉鲁家族的世系庄园，而拉鲁是拉鲁嘎菜的简称，藏语意为龙与神的少男少女们游乐的陵园，位于布达拉宫北面不远处。
因背景出现布达拉宫的背面一角，可以判断这幢丑陋的房子应该是被更名为解放乡的拉鲁乡会场，建筑在被称为拉鲁斯地之处，今已拆。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当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也同时成立。至此，中国29个省市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所谓斗批改，也即毛泽东提出的斗师批修改造世界观的新阶段。与中国所有地方一样，革委会是当时西藏最高的政府机构，除了在自治区建立革委会，还要在地区、县乃至乡建立革委会。到1970年年底，西藏71个县都建立了革委会。补充：图为1968年9月5日的《西藏日报》，之所以是彩色印刷，是因为要发布成立革委会的重大喜讯。这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习惯，中国所有报纸在发布毛的重要指示和重大喜讯都是套红印刷，毛像两边红字是：左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右边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横标题下面那行红色小字是：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革委会的特点是三结合，意思是要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组成领导班子。因此，西藏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分别由支持赵总和大莲子观点的军队首脑钟永雅和任荣担任。其他13位副主任中有藏人代表3名，在文革中平步青云的女县长巴桑、老干部杨东升和再一次请出来充当政治花瓶的阿佩阿王静美，以及陶长松和刘少敏这2位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些后来在西藏政权各机构被委以重职的西藏人，此时被纳入革委会中。其实几乎所有活跃在当今西藏政治舞台上的藏人，在其个人简历中都可以找到曾经在各地革委会中任职的记录。也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什么西藏迄今不对文革加以反思和清理，与这样一批发迹于文革且任有显赫官职的藏人不能说没有关系，而他们深谙自保获益的权术在于反分裂。因为三结合，两派正式宣告解体，公开的明显的派性斗争算是结束了。但这只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2年来不停的较量，使得各自的利益得失因为沾满了无数人的鲜血，双方已无可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至少也是心存芥蒂，面和心不和。革委会成立之初，赵总得益于6·7大招式事件正惊扰了毛泽东和林彪，不但占得一席之位，且位居大莲子之前，一时占得上风。但没过多久，又失利于里姆事件等系列暴力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在随后接踵而至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之后，赵总再无回天之力。心存不满者肯定不少，尤以赵总主要头目陶长松等人暗中串联，搜罗资料，以求他日翻案，但终究大势已去。大莲子从此扬眉吐气，坐稳台上，但还得仰仗军队扶持，故而为军队马首是瞻，军中首脑才是最大赢家。直至1980年代中期，西藏的地方行政长官不再由军人兼任，这种被军队大一统的局面才有所变化，但还是受其牵制，此乃必定如此。
如前所述，西藏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注定有钢铁长城之称的军队将在西藏的所有事务中起绝对重要的作用。革委会成立之后，毛泽东所号召的抓革命表现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等诸多政治运动。毛泽东所号召的促生产表现为实行人民公社化和备战备荒。另外还有下放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广大翻身农奴的再教育，这包括西藏的本土知青和来自中国各地的汉人知青等等。然则破四旧的风潮竟然还在继续，最为突出的是西藏最著名的寺院之一甘丹寺的毁灭。如今许多人都以为规模宏大的甘丹寺毁于文革刚刚开始，罪魁祸首是狂热的红卫兵和附近村庄的农民。但从一份1985年的内部资料却发现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这份材料是西藏自治区与西藏军区联合对军队在三支两军期间所犯错误的调查，其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闻名中外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甘丹寺，竟然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之后被捣毁，文物散失，造成政治上难以挽回的损失。此事至今查无结果，查到当时拉萨军分区支所首长那里就查不下去了。当时的达孜县武装部政委是革委会主任，分区副司令员李熙然是市革委财经组组长。为何查不下去？军队到底干了什么不能曝光的事情呢？那些散失的文物是被支所的军人们占为己有，还是以军队的名义掠往中国？这显然又是一桩疑案，而藏人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另外，正如造反者的内战这一章所述，革委会成立不久，一度大开杀戒，这么说并不为过。无论是1969年针对不少地方的反革命暴乱而进行的武力平息，无论是1970年以后开展的诸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这些都是在各地革委会的领导之下，对概念更为宽泛、范围更为广大的阶级敌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阶级敌人已不只是旧西藏的三大领主、新西藏的走资派，还包括516分子，原本是以中共516通知命名的以群众组织，出现不久即被定性为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西藏也抓了不少516分子，从波及的范围看，应该说516乃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之一。等造反派还包括许多遭之定罪为叛乱或叛国的民族主义分子的藏人。在这些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一幕幕人间悲剧不断上演，不少藏人在叛乱分子、叛国分子的宣判声中人头落地，许多地方都有人因莫大的恐惧而以各种方式自尽。至于神经错乱导致发疯的也不少。如今在人们的回忆中，这段时间在整个文革10年中最为恐怖，以致人人自危。据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记载，1980年西藏自治区召开落实政策会议，会议纪要中的数字是：据粗略统计，在各种冤假错案中被触及牵连的人全区有10几万，约占总人口的10%以上。这一数字显然十分惊人，更有可能的是，真实的数字远比在党的会议上公布的数字更多。那么究竟占总人口的多少？20%还是30%，甚至还要多吗？恐怕谁也无法清楚地知道被掩盖的真相。因此1988年中共高官乔石在西藏考察工作时明确指出，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
这意思是不是说那些冤假错案就不必再提，从此一笔勾销？那么那些无辜丧失的生命，岂不成了游荡在西藏大地上的冤魂？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告诉我，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伤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了信任。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1972年以后，宗教信仰开始缓慢恢复，其标志即惨遭浩劫的大昭寺得以修复，但民众公开的宗教活动仍然不被允许。1979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3年，革委会这一持续10年的权力机构被取消。革委会的诸多领导人摇身一变，继续在西藏的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这是中共在西藏的最高政权机构的大门，在已经更换过的几个名称中，有西藏自治区革委会，随后政治风向变了，这名称也就变了，但拉萨人还是习惯称呼这里是党委大院。1975年，为了说明旧西藏是最悲惨的人间地狱，最黑暗的吃人魔窟，最反动的统治机器，以及百万农奴盼望救星毛主席，西藏自治区革委会邀请北京沈阳的御用艺术家创作大型梨树、熔炉粪，陈列了100多个让人惨不忍睹或者义愤填膺的人物，在西藏革命展览馆隆重展出，自称提供了历史教育的生动教材，却具有非常鲜明的文革痕迹，属于刻着时代标签的文革产物。在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已经39年的2005年，用藏汉2种文字印刷，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再次整理出版，作为奉献给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礼物。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